最近我们翻遍了整个小区的垃圾箱，我们的目标是废杂志、报纸还有垃圾。干嘛呀这是？松手！就这样，随便撕，可劲儿撕。只要是好看的颜色，我们就贴在板子上做个标记。就这样撕了7天，从白天撕到黑夜。我撕不动了，撕不动了，撕不动了！过年之前得整完。前后大概贴了2万张纸片，终于在第7天的夜里，我们把这近2米多大的板子贴满了。最后，我们把此次的行为艺术起了一个名字，叫做